一个众星云集的广告实景节目就要开始咯！快走！水啊！广告 start 的成立，就是为造福社会，运用上大的创意，协助全台湾乡镇的产业，进行地方创新、观光推广，让世界看见台湾。你敢有想要知影广告是安怎点步数？你敢有想要了解做广告的辛苦呢？9月28开始，拜六暗时9点，公司台语台广告 start，等你哦！